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香。抱怨暗夜空空，看莫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一丝也蒙蒙。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。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树枝棚。多来也匆匆，一丝也匆匆。留下的痕迹，犹原样板做。很记得色糖果，风天水里走相约，像条无歇困的歌曲，喊你也听听来唱，烟花落水的歌，也景色汹涌汹汹，你敢有看到？很想用目针来交换，相信你会苏信用，爱梦。强英啊，你有没在那边哦？妹，我叫你，飞很多，来来来，小琴嘛，哪里？强英转来嘛？有啊，几多点转来个？当早就转了。哎，我来嘞吼，等我一下来嘞。阿妹啊，唔是啊，伊吼紧叫啊，叫到忝，让水来去啊。看伊哦，不见哦，应该水啊啦。好了。还有，人家说天数，好啊，我来查伊。好，啊，无人让看去啦吼。啊，强英，搁水一下啊。强英无做监督出来啊？你有安着？你有要药了啊？你亲像有暗铺那么水啦，做烟的，是去当冲，还叫伊看到。小琴，麻烦你去南面跑了。来，你那边走。哎呦，你看，人的，你做的讲马桶了。哎呦，你要按我咯，啊？阿婆，我心很痛，痛痛的。我冇想我叫，不过冇子下一次流出来，我ต้องการขอ阿婆。人生一场啊，两个事情一下就过去了吼。不过我也讲咪了啊，过得去啦。你为到伊啥无语的男人，出来叫伤心。哎呦，家子么，出来叫。哎呀，佢呀，在利用你呀。哎样的人哦，做离开，做好吼。不过也但咩也重要啊，如果一下就变了呢？哎呀，係因為老人最強，最好，做嘅新嘅人，可能會害你啊，哈。
哎，人家意思就会讲，哎呀，要恋爱就会失恋啊，那没失恋过就根本做失明，哎呦，你的医生哦就没生气了。伊也没衰，伊开咧，伊加多衰吼，阿婆来买饭条同本医生，吼，乖，加油，来，乖乖。谢谢哈。阿妹，那我做新冠体现的啦。你不是讲了，就因为做监督衰，你还骗我，还没让你孙呢。用的喏，就阿妹啊，伊设计穷人老较细仔的分数嘛。哦，你去学医生哦，你看人家阿妹，穷人养猫的呢，佮就按伤心，就这无留佮关系。唔会安尼讲咯。佮爱妹有当然关系嘛，不过从在也唔爱从因，我细仔的穷下。阿嫂有想过无？我听较细仔就会穷人的幸福啊。嘿啦，若是要做阿妹嘅榜样，若只敢要吃到安尼做，要先管懂现。阿嫂啊，还好上个时间有经验，护送来啲穷人嘅痛苦啊。那张富人家啊，你猜知命啦，我家都应该来，迄几个命。姑嫂，你家无总裁就念命咯。用诶，我每年你用面上咯。我你哪回答系无？无啦，我无想过遐个问题啦。对你遐开始，你是较好好上课。别是什么超妖的，系冇？我可以发很沉，汤文子。最厉害，阿嫂，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张。阿 bis， 专心一点，把你心里想的、感受到的，自然反映在你歌声里。这样听到的人，就能感受到你要传达的。你再一遍哦。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。你说啊，你这个胆小鬼，你说啊！我不是胆小鬼。好，我说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你加油，算我看错你了啦。秋英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小早。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学生呢？
那小鬼跑去打球了。那我去把他找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妈呢？要我来问你，是昨天晚上把陈小姐送回去的，还是今天早上把陈小姐送回去的？是我妈要问的，还是你要问的？当然是你妈，和我都想问。如果是我妈要问的，答案是昨天晚上；如果是你要问的，答案是还是昨天晚上。我昨天和他大吵架，他也没说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就走了。他那天还在气我没跟他说我是林明忠的儿子。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就好啦。你是谁的儿子，又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这样就怪你，那未免也太不合理了。那你也可以问问他，为什么她是陈家的女儿啊？小舅，事情就已经够乱，你不要再火上加油。我昨天那么生气，我哪敢过去踩他地雷啊？真是服了你这种温吞的个性。哎，不过琼英啊，真是被你宠坏了。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一定要吵架。小舅，我该怎么办？要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小秋跟你说啊，女人啊这种动物啊是不能宠的，一旦呢把她们捧在手掌心，哎呦，就作怪了，以为自己可以对男人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哎，你倒可以趁这个机会让琼英知道，她没有你会痛苦到极点。明明就是我没有他，会痛苦到极点。哎，你真是很丢我们男人的脸呢！你来学校就是问我这些问题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你来学校做什么？我当然是在看你的呀。我才不信！不要说你不信，我也不信。把手伸出来。每次有逃生的都是你，每次有投诉的都是你们这两个。沙眼的，你们家到底有没有在换毛巾跟枕头套？卫生情况不改善，你们这几个的毛病都不会好啊。凶巴巴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们都要转学了，以后这个学校都没有学生了。乱说！我们如果在山下读书，就有钱可以拿。真的还是假的啊？真的，我们骗你干嘛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那我认真的问你们，你们也要认真的回答我哦。明天你们会不会来学校上课？林老师，不好了！校长说学生家长集体办转学，说要到山下念书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学校就要被废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去找校长问清楚。嘉佑，对不起啦，小舅也是为你好啊，将来你会感谢我的。你干嘛这样看我？小舅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要帮什么忙啊？万一被废校了，我跟李老师就不能够再朝夕相处，
我也不能再近水楼台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根本就得不到他的心嘛。讲重点。请你帮忙我向林老师告白。告白？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的心意，跟我交往，然后我们结婚，还要生一个篮球队，哦不，就生一个棒球队。如果我可以成功的帮你完成告白，你愿意一切都听我的吗？当然。那好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好。秋桂，秋桂，等一下。秋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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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哪伫遮？你要去食喜酒啊？我老公今天呢上台北出差去，我一个人在家里闲着，所以一个人出来晃晃。家闲着。人这款命，我都无遐好命。秋桂啊，我刚看你一个人晃神晃神的，你到底去哪？我本来要离家出走啊，可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你娘家呢？我爸爸过世之后，我弟弟妹妹他们都各自成家了，他们环境也不太好，不想打扰他们。你有亲人，跟我这没亲人的还不是一样？这样吧，我做你的娘家，你也做我的娘家，这样咱们俩以后都有娘家可以回了。谢谢。不如你今天也陪我烫新发型吧。免啦，也没有要过年，不用烫啦。啊，你唔知啦，你外地来啦，阮庄仔底拢吼一年才来电头毛店一遍尔啦。哎，拍谁啊？等我一下，就当做是陪我聊聊天，我们一边烫头发一边聊天。好啦，妹啊，来了，让起来。天马赶巧，我送回偷用啦，听下求条嘞哦。好。没有啦，那个头发要烫卷一点哦，那个型维持才久一点啊，这样就不用常常上美容院，一年只要去一次就好，才不会浪费钱呐。他匆匆忙忙出来哦，连围裙都忘记脱啦。煮饭婆哦，走到哪里都还是煮饭婆啦。煮饭婆有什么不好啊？家人可以吃到你亲手煮的饭菜，那才是真正幸福的味道。你真会说话。秋桂啊，你是为什么事离家出走啊？
救我媳妇，她怀孕，什么都不可以帮我。我婆婆又把我当仆人一样，这样喊过来，安尼话过去，我挡袂掉。你先呢？我先生他是对我很好，可是在家他也还是要听婆婆的话。听说镇上委托行来的新货，我们一块去瞧瞧吧。不行啦，我很少买进口的东西，太贵了，婆婆会不高兴。偶尔啊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否则咱们这么辛苦赚钱是为什么？我乱花钱哦，我婆婆会骂我啦。这样好了，听说雪花糖的雪花糕出了新口味，要不要去尝尝？你真好命呢，你常常这样子去走走逛逛，到处晃哦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这本也不见得轻松，只是我们两个人念的方式不同而已。也是啊，吼。阿学呀，你觉得我这样子啊，店里有没有太时髦啊？我很害怕我老公会给我念呢。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小卷发型，我要是像你这样长得秀秀气气的，我也铁定烫着头发的。但是你看我这老古板脸型，这流行玩意一到我身上就别扭。哪会啊？我都觉得哦，你很优雅，有一种感觉，很像那个古代皇帝的老婆啦，很有气质呢。谢谢你啊，还没吃甜点，嘴就这么甜。那今天晚上我回去睡觉啊，做梦都会偷笑呢。我是说真的啦。这样天气这么好，还有这甜甜蜜蜜的雪花糕，就当咱们俩出来偷个闲，啥事都别想。我嘛暂时吼，莫去怪因啦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都没有关心过我，也不在意我到底在想什么。所以啊，咱们做妈做老婆的，除了爱自己，就是要更爱自己。有道理。我要吃了。好好吃哦！哇，我一定要多买几个给我家里的人吃啊！哎呦，刚刚都忘记了问他们还没有别的口味。不知道，我婆婆她有糖尿病啊，不能吃太甜啊。我小姑又很挑呢，太甜不甜她都不喜欢呐。你呀，嘴巴上说爱自己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爱自己，因为你只知道怎么爱你的家人。做媳妇跟做妈妈的不是都这样？不，你是借着为别人付出来证明你自己的存在。都20几年了，习惯了啦。秋桂啊，在嫁进陈家以前，有没有谈过恋爱啊？秋桂，秋桂，林彪，你哪会来啊？来给你看。我娘家又没有钱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，怎么谈恋爱啦？还是有哪家男孩子暗恋你，可是你看不上人家的？
不要再问了啦。趁即摆买付，对我走。明着，没付我啦。只要你还袂注册，就要过一回。等到后摆好起啊，才来跟你联系咧。我拜托你，我无法度，把我厝内的人放散，就安尼跟你走。我嘛会当带因做伙行。明着，我拜托你，甲我放回去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莫放手我，好不好？秋桂，秋桂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是想到哦，我们小时候家里很穷，连糖都没得吃，现在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突然心里有点酸酸的啦。小时候，我们北方老家也穷。过年时啊，我姥姥会给我1毛钱去买糖葫芦，这么几颗糖葫芦，我要从初1吃到15啊，就是不舍得一次吃完。我们小时候都一样哈。告诉你哦，我还没有吃过糖葫芦呢。这简单，下回带你去吃啊。想不到，不知不觉哈，我们就买了那么多东西啦。我还不是一样啊。那个买东西也是可以忘掉很多烦恼呢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阿雪，谢谢你陪我。谢什么呢？我们啊是互相陪伴。我应该要回去了啦。我那么久没有回去哈，家里一定乱哄哄的。秋桂啊，你觉不觉得你很像鸽子啊？鸽子？是啊，时间一到，你就要飞回家。说的也是啦。这里好美哦！我以前每天从这边经过，都没有发现，原来这里那么美。你每天都会看得到的。你就会忽略它，或是不珍惜。其实，你拥有的比别人多很多。我每天看到的，不是家里的茶园，就是厨房的灶啦。心里想的，就是媳妇跟我没话说，婆婆不喜欢我，小姑怪怪的，跟儿子女儿又不亲。今天的夕阳好漂亮哦，真希望夕阳永远都不要下山。就是因为短暂才美，就像恋爱一样，没有结果的初恋，永远是最美的。缺乏苦嘞，等好事咯，我试一试的咯。你阿婆讲，闺女都没事嘞，不是要再搞脑来事咯，哈。
唔错，见到我赶快去救哈。老公发啊！尸体咯，尸体就冇问题的啦。阿姑没失恋过，时间还久的喂，你就唔记得了哈。好嘞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该在偷偷人来讲啊哈？为什么啊？你若转来甲我斗3工，我就好好继续经营。可是讲我坚持无要转来。真简单，好好关门，你嘛是爱转来。爸，你无需要安尼对待好囡仔，你会当上学念书，已经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呢。所以我才会赞助奖学金，互因去落山接受更较好的教育。你安尼做，伊就要行2、3点钟去读册，搁行2、3点钟转来。你若转来，啥物问题拢解决啦。爸，你哪是安尼啊？你这摆明只有让我一个选择而已。既然你这么清楚，我就免搁加讲。我实在想无诶，你为什么要逼我转来啊？我嘛想无，你选哪唔肯转来？刚毛到参详。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逼孩子吗？不这么做的话，他更乖乖回来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为这孩子用心良苦。乖哈，乖不哭啊，加油乖，乖不哭。乖，不哭啊！啊，别哭啊！阿雪，乖，哎，你回来了。送货从没走过，就想说回来吃个饭，省得你还要跑一趟。好，佳佑一直在哭呢。是哪里不舒服？小孩都这样啊，醒了哭，睡了哭。乖啊。发烧了。发烧？那怎么办啊？这妈怎么当的？小孩子发烧了不晓得。可是我们家的钱拿给秦光凡做贷款了，没什么钱了。钱有比小孩重要吗？我先跟隔壁老李借。好，是啊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啊！加油！哦！姐夫，对不起，害你们父子吵架。没关系，这孩子让他受点挫折也好，否则永远长不大。他从小就被你姐宠坏了，也自由惯了，根本就忘了身为邻家长子的责任。
可是我看他那么难过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你是歪打正着，让那些孩子们到山下接受教育，他们高兴都来不及。将来有一天，他们会感谢我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别担心，等嘉佑回来，我会让他们回到原来学校上课。毕竟，那是陈家长期赞助的学校，我不想坏了跟陈家的关系，因为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成为亲家。迄马上做安阳的事情，按实的。用我阿婆做嘛安阳发现哦？报告发生事情。啊？报告？省党的报告吗？发生哪个事情啊？高总讲啊，迄阵我生因内面人啊，伊家己送伊啦。伊安现哦，家总老生人送到解放去读书，记得啊要提供奖学金啊。哦，慢点做遐事情啊，懂我引擎诶。不过种小学管体对马山就无好处啊，嫌唔嫌务费啊？假使嫌务费，大家老师成功进驻就好了啊。因啊，闹日本签约嘅事情啊，因生理正在开始呢。呀哈，又发生安样嘅事情，甲阿爸最在意嘅学校呢。条甲唔伫讲吼，逐摆北风吹，做太水，落太热，甲老师做唔得行咩？啊，生意人用啊下山来读书呢。错。哦，我们今慢点哦，这样种哦，好几家又顺便你的事情，懂我呀？哪一天要给内容出来，摸清楚。阿婆，是你啦？退表改变有卖消息无？唐颖讲吼，迄令上迄日去做嘅啊。又会去？哎呀，乱讲的啦！令上你自家来做报告告诉，那有可能有报告关系哦。内底倒个消息，口口声声迄样型的。至于要给原因哦，来想哦，我们日子家怎会治啦？阿妹，看啦，改造年就要按用，来看哦，其迄针对演来的哦。事情还问清楚，莫安尼讲啦。啊，咁样你无看过问题啦，迄个人吼，结恶创问题嘛，伊明知吼，该跟学校迄因程不支持嘅，其实要按条条按用来老按糟蹋。不过日本嘅生理系令上唔做长辈案例嘅啊，安样是看起来，佢无像迄两个人做对啦。总裁，我解释清楚。阿妹，该迄事情咩用去啦婆？令上吼，无去本事啊，让日本人大搞拖，又不用下面子，张尾不用发讲吼，为老生意用不安尼啦。记得根本迄无去度事啊，是个下落啊。生意从中俩种人啊看多嘞啦。嘿啊，阿妹，就按用。还要数，拿了不啊？再看一下。啊。赶紧拿。阿碧，老师，你怎么没去上课，在这里种田？爸爸说先在家里帮忙，等有钱的时候再去。老师你好，宝兰你好。不是听说大家都有拿到奖学金辅助，送孩子到山下去念书吗？哎呀，老师，山下的负担那么重，负担不起啊，跟我一起种田就好了。反正我也没有念过书嘛，会种田就好了。阿碧，像你这样拿到奖学金，没有到山下去念书的同学有几个？有2根手棍。
哎，老师哎，快跑！哎，不要跑！你们为什么不去学校上课？就算换了学校，你们也是要去上课啊。学校很远呢，要走好几个小时才能到，而且早上过的时候，他差点被水冲走。当初你们父母答应送你们下山念书，怎么现在又嫌远了？老师，我们又交不到朋友，而且平地人还说我们山地人是环娜。但是你们父母都收了奖学金，你们更应该乖乖的去念书。现在不念书，将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会被欺负得更惨。老师，你也是平地人，你就不会欺负我们啊？不然兄弟，你教我们唱歌弹琴，我们就不用种田，就可以赚钱。要不然跟你一样当老师啊？你们三个啊，真不知道是该骂还是不骂。答应老师，回学校上课好吗？还是不愿意到山下上课啊？如果山上的学校愿意让你们回来上课，奖学金也不用还，你们愿意回来上课吗？好，那我知道了，为难你们了。老师答应你们，很快就可以回学校上课了。你看嘛该啊？你这事情吼，你还听因讲过嘞？早就人因讲嘞啊，该这东西哦，无嘛该好心啦。伊着去特别睇个生意呢，行程都无去遵守，像迄种的那种哈吼。先去细妹谈谈恋爱，要弄你一下听听啦。哎，我教管体的呢，听伊讲迄令上，是农家种，迄学生吼都上海好教读书，也无欠费咧。你工作都帮人点点好。穷人嘛。阿妹，你去哦，本历史看过的啦，不会有问题啦。有点冇问题。从细眼教你啊，做人要忠厚、老实、谦虚。你阿经验呢，你要是可是太多了。老人做成你的事啊，莫相信骗人。阿爸，歹势呢，我问阿婆嘛，不是讲啦。要用来抢个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啊，问题心态。用啊，应该有问题啊。要下个吼，你个货生意在以前会送到日本。你啊，佢要去按用下冇唔错啊。不过环球嗰片佢哋讲不会有问题啦。你没有搞出个天气问题。9月啦，有东北季风，你船员会有问题冇？通关会顺利冇？叫注明讲吼，赔偿违约金。迄讲你个货满到日，因为赔偿1/10的违约金。阿妹，给因聊下，我要干啥？用个啥？只好做啦。因为做的一时的差错就做唔得有哦。好啦，阿妹，你要注意啦。唔免讲注意天天，
喊来做的以后，盼到以后怎做的？哦。阿妹，失错啦！你无看两下无喊，拿酒拿酒。琼英嘛，琼英，琼英，有糖？有好糖无？也迄个拜托您伫英国带转落去呢，送给你啊！啊。你莫搁停等来咧，哎，妈妈所有英文学的。唐思聪讲，毋迄张做个厝边开乜嘅茶语馆咩？故说，还想人去参详，可能要做天书嘅素材无啊？毋是，俺毋是任何人拢会天书，韩国。那是因为无想要让你听分，才用长医馆的成败做赌注的。平平淡淡嘛，甘